好，咱感謝先議的報道吼，大家攏知影這落雨情形擱愛偌久，煞來看今仔日高雄，坦多咱攏知影。雨落啊真粗，味攏基山攏淹水啊，所以透早市政府就是趕緊的宣布停班停課。來看2位要參選市長的參選人哦，包括賴瑞隆透早就去抽水站去訪問啊，來了解一個設備運轉的情形。但是呢，另外一位國民黨參選人郭志溫，伊家佇社群頂頭放一張相片啊，來控制洪災的杜卡。所以民進黨就質疑啊，你都無去現場了解狀況，你安尼也要教人來選市長嗎？不過啊，郭志溫啊，馬上就講啊，伊有解說，伊講伊佇立法院開記者會，開完了後，伊就馬上到高雄看水災現場啊。大雨落袂停，雨水有夠錯流。民進黨高雄市長參選人賴瑞隆透早就去鄭州抽水站勘察水情，包含旗山美濃溪水中大水變成重災區。民進黨批評國民黨市長參選人郭志溫佇第一時間攏找無人。社群平台發布洪災杜卡，和民進黨批評講無到第一線去了解狀況，不過郭志溫遂提出詳細行程來配合。處理完一些事情之後，我就趕回這個立法院。就在時間，整個行政的權責是在我們的陳其邁市長。那你一些人陪着看災，你是要跟市政府下指導棋嗎？有一個非常大的這個雷雨包就在高雄屏東附近，那瞬間的強降雨，那也造成相關這個有一些積水的這個現象。高雄市長陳其邁透早就佇風災中心全面的戒備，因為受到風台米克拉外圍環流的影響，造成南部地區變大雨。高雄、台南、屏東攏佇今日透早宣布停止上班甲上課。中央政府總預算相關的包括水利署的相關的治水經費，趕快先讓它通過。不過總預算要卡掉咧，民進黨指控國民黨立委拖延審查，提出講總共171億的第一預備金、第二預備金甲災害準備金。未當正常的動用，因為國民黨嗆行政院講有將近3條總預算會當合法的動用。今年大概有將近3兆的錢行政院可以用的再來就是萬一碰到有緊急災害，你還可以以緩救急。什麼叫以緩救急？就是我預算先把你給卡住了，以後告訴你說你趕快繞路啊！政府的救命錢你把它卡關以後啊，民眾不諒解啦，地方政府拿不到啦。面對雨期甲風台貴救災預算，即馬嘛變成朝野攻防的主戰場。